后来继续来看香港苏富比春季的拍卖会，伫3月底要来举行，其中有360件艺术的拍卖品，总价值是50亿，先运到咱台北来展出。东方抽象大师赵无价画作无敌沧桑破碎的色彩，就敢若是青铜器经过千年的洗礼，留下岁月的痕迹。即摆由纽约古根汉美术馆收藏超过半世纪画作，头一摆拍卖，估计有3亿2000万的台票。第3月31日，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将会引起全世界收藏家的注意。那么这次我们带来台北的3张非常重要的赵无极先生的作品呢，正好记录了他的这个事业的发展，无论是从作品的风格到藏家的来源，都跟纽约画坛有着深刻的关系。拍卖史上第2大粒88.22卡内的选择嘛，将伫同一个拍卖会登场，估计是3亿到4亿的台票。上啊特别的是，这帮抽象大师马克·罗斯科的无敌，是这摆来台湾展览的艺术品内面上有价值的，估计有10亿8千万到15亿4千万的新台票，将伫5月份的纽约拍卖会拍卖。这一件作品呢是第一次来到台湾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罗斯科的作品来到台湾展览。总共360件，总价值50亿的艺术拍卖品来到台湾抢先公开，让收藏家有这个机会先欣赏，尤其现代当代艺术。去年香港苏富比成交总价有130亿台票，应讲是历史的新观点，嘛，让人感受到艺术特殊的价值。